跟住落嚟係養生武藝，吳家強為我哋表演高式八卦嘅高式八卦後天掌。高式八卦掌主要練法分為先天八大掌及後天64掌，而以先天為體，後天為用。後天掌法係直線單式，以攻擊為主，步步進逼；而先天掌法係以轉圈換掌、變化柔健為主。八大掌包括四形四身嘅掌法，依次為順身掌、回身掌、轉身掌、翻身掌、轉身掌、探身掌、背身掌、領身掌，最後係包括五龍掌同埋烏龍擺尾。係浸會大學